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年呢係萬愛母女運動嘅30周年咯，所以呢，呢段時間嘅實踐到嘅內容有內列嘅發動，韓國對 Rita 來講，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每本愛很難了解客家嘅歷史過程，其實我冇見過咧，做唔得講客家話，做唔得講方言嘅年代啊，所以我以前都係聽人講。不過呢，經過呢段時間嘅了解，其實我知道我自己身為客家人，我當公用，我咪知道我老客家嘅關係很啊親密咧嚇，因為有很啊多嘅真緊嘅認識到了解。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呢，Andy 來談客家嘅30年嚇，韓國老音樂有埋動態關係呢。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兩位來賓，係其中一位呢係咧萬愛母女運動30周年嘅計劃主持人劉慧靜姐，先來歡迎佢，慧靜姐你好。Rita，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劉慧靜。係，當朋友邀請嚟到節目當中，家講到老音樂動態關係，韓國 Andy 嘅好朋友音樂創作人王子賢。觀眾朋友大家好啊 ，Rita 你好啊，今日子軒有來，撈大家來打嘴鼓咧。你用越來越認到呢嚇？大家都咁樣講嘅，講到咧以前動物園到停。今日都歡喜啊，因為其實兩位來到節目當中，特別撈大家講嚇，今年咧。萬愛母女運動嘅30周年嚇，其實也係一個有時代性、歷史性嘅一個年份，尤其對客家人來講嚇，特別做咁多事情嚇，今年安尼要轉身來看，要帶入邊到新嘅東西嚇。身為一個計劃嘅主持人，其實有一個很多客家流轉嘅轉型而誕生嚇，自選係個。這種嘢咩？嚇！哇！你係真勁動強嚇，又會唱歌又會節奏啊！嚇，就是這段時間我想要做安尼嘅事情嚇，到底客家運動同音樂有咩關係呢？我想好講到歷史，1988年12月28號了場遊行，所以要做講係台灣客家運動嘅開始嘛。有一個運動之後呢，後來有非常多啦客家文化相關嘅活動，還有各種嘅推行就開始咧。故說今年參加30周年，有聽到單位都有針對呢場遊行來做一個回顧，就聽到相關嘅計劃。都好台灣市校園記得有想做一種音樂轉型來紀念一件事情，我就提嚟諮詢幾張好朋友，大家傾下來做兩個案呢，係咁樣去開始嘅。其實23年哈有清太嘅緣分哈，第一種轉型以前其實就熟悉嘅咩？差不多3年前咯，好熟嘅時間係3年前咯。我係幾粉絲，哎呦，我係晚輩啊，我係慧珍姐後生啊。因為有乜講咧？從你做動作音樂到社會認同，還有社區營造的那個事情哈，所以該東西是有動作機會啊，拄到慧珍姐，然後。慧珍姐對我咪當照顧，所以其實今年伊有兩隻計劃，是即其實想講來親愛來做兩隻這個專輯的算整合啦。雖然講子中音個其實子中音其實係整合大家音樂嘅一隻角色啊樣。因為當到有青島啦創作歌手嘅音樂嘛，嚇，係所以慧珍姐，你像你對咧所謂嘅咧改革也係講。社會議題有關注哈，我對你頭擺是參與非常多，所以你係啲學生嘅時期是開始來做嘅。錯，公司採訪我自家本身也冇見過2028嘅萬愛母女嘅遊行，我係90年代當開始行醫客家，因為我本來唔曉講客家話。聽講嘢好哦，聽講嘢講事嘅強，唔講不看有乜講重錄咯。錯，應該就會用嘅羅馬拼音學客話，學客話過程發現講，原來係因為有嗰種制度性嘅問題，讓本來客家話有一種母語或團體嘅危險，咁樣開始咗行業嘅運動啦。等於講也20-30年下來，特別係藝術方面，讀到朋友非常多。像沈翔也擺轉型地圖，聽眾有個編曲嘅一個團隊哈，
我咯，神想说是喺以为我做天下天台嘅事情，我做提神想来听书啊，然后神想天创嘅巡迴嘅演唱會喺我到天台樓度辦嘅。等於講今年一個機會對我來講，就係聽一群朋友冇相同嘅年紀、冇相同嘅時代，大家共下參與個運動，係你講本一個運動多多少少有影響到嘅，大家共下來做一種轉型。哇，係安尼哦，因為一下安尼看吼，都係非常之很按後生嘅吼，冇見過幾當時嘅真正鐵敗嘅客家嘅行上街頭嘅運動，唔過。係後來經營就開始投入，起碼嘅機會俾人講，哎呦，我客家人咧，我唔曉得講客家話，我出來學啊，我嚟參與，係因為嘅經驗咯。我嘅經驗是講，雖然我頭講到我1991年我剛開始學客家話嘛，佢因為我偷嚟李橋老師嘅《寒夜三部曲》呢本書，幫我作講，因為我太學我係讀歷史，唔過我歷史呢4年下來。學到啲都冇任何一門課按到台灣史，結果我睇到李橋老師文學作品時間上發現講，哎呀，台灣嘅歷史還有做客家，我當時想到我自家客家嘅身份，唔過因為我讀高中就來台北，我冇機會講客話，等我既然是睇到李橋老師嘅書嘅時間，事實上我客家話已經係唔曉講嘅狀況。喺安陽縣站開始學客話嘅，因為學客話，人個希望講，樣板縣啊作為一個客家人，我睇也係客家家庭啊唔曉講客，咱看到後邊咧個結構性嘅教育啊，還有傳播媒體方面嘅問題，喺安陽縣站我開始行客家運動。哦，係安尼啊！嗰時候幾當時講冇機會講客家話，咩因為幾當時可能屋企冇人講，唔敢講。佢真係風氣之下有安尼嘅壓力，錯嘛？咁我後來真希望我爸爸媽媽見到一開始幫我問到嘅時候，佢都要採樣，因為佢都冇想到呢係一個問題。對佢來講，就知道講佢都條歌都好教我本人發啦、掛橋牌啊，嘅聲音讀書，唔可以講行，唔可以講係冇爭啊。總之有老聲音講，所謂貴語就好嚟啊。出講法語就輔料提講呢個母語教育嘅重要性。當我讀高中來到台北離開客家莊，竟然就完全冇機會講咧。哇！所以其實咧政策動態像諮詢一啲，就係咧有10個後生入台啦，嗬！一啲自家未有下一台，一啲自家會講下，我聽下講阿婆。其實我屋企咪係有老人家，唔講有你係應該係客家佬學佬嘅咧，好混血兒。唔講你愛像你咪當強，所以講你咪講學佬。你係你客家話咪幾年幾好？你咪係因為開始來做客家音樂嗎？本身從我接觸客家嘅條路以前啊，因為我以前到客家其實都係做條路嘛，到做條路以前我客家話咪冇當講啊，不過談嘅先，因為我家媽媽老爸爸是佢都會講。因為我媽媽鄉音嘛，爸爸因為佢做條路嘅關係到竹北。所以該當時去當到的朋友是鄉音，所以佢會練客家話，因為是都動身起啊，因為客家話有啲就是老古人言啊這些佢講起來是都動有意思，所以佢是上蠻好，還有去考客語認證。你爸爸有考？我爸有中高級的。比你還難考？比我還冇考過。所以該東西水台洋強愛。講客家話嘅時節係高中嘅時節，因為我國中嘅時節、國小嘅時節，因為讀新竹市嘛，新竹市台題喉嚨音好多，反而功能音本身是好多咧，所以後來到竹北讀高中嘅時節，該當時竹東嘅朋友啦，咁你天才講客嘅，錯冇？該當時讀講客家話，講客家話是變到動共用嘅事情都好高。應該是動到盼啊，一個認同感。其實講到兩條下人所談嘅啊，像人家講到有客家嘅廣播電台啊、客家電視啊、客語認證啊，也都知道。事實上，對在1988年也嘅運動過後，大家開始是到講也都有必要，讓開始去提倡。咁所以正義看客家電視台歷史也好，係你講天台嘅歷史也好，係你講客語認證，
生理效费，事实上都会也会不会长油的事情。超运动计量是冰芒油。故说在1988年嘅运动节都讲要来打破呀光天发地度计量是对所谓方言还有汉字。英语播出总得超过10%声音係所謂嘅方言，安尼講，計量是也無客家話嘅教育，也無客家事務專門負責嘅機關，計量是人提出嘅訴求，後來慢慢的一步一步行嘅。故所人見邊有按樣型嘅創作，像銀行業有當然都有一個原創一個比賽，有舞台，其實也舞台都係後來長有嘅事情。講來吼，你啊。真嘅愛感謝基隆市吼做得行上街頭來做抗爭，來有訴求嘅哦吼。當然，今日節目當中，等一下我來好好嚟介紹一種專輯啊吼，也係客語流轉，到底愛流嘅乜嘅，愛流通乜嘅呢？等下請大家聊一下，繼續轉到福氣來了。大家轉到福氣來嚟進步嘅嗬，客人流轉啊嗬，留下安尼客家嘅信仰，留下安尼客家東這樣嘅聲音啊。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咧幾家計劃嘅主持人，是來認識咧客家母語啊嗬，萬愛母語30周年運動嗬，咧計劃主持人劉慧晶姐，韓國客家創作歌手王子賢，再次歡迎兩位。係，剛剛講到嗬，客家音樂都係來客家運動買關係，當然因為有安尼計劃，希望講留下安尼，無論係創新，也係講有客家精神安尼一種嘅傳承來紀念30年行過來嘅運動哦。不過其實我知道音樂同客家真緊就係有關係，啲都有安尼客家話，做得寫出嚟音樂人也講社會嘅現象嗬，只需要擺來做製作人、製作人啊嗬，咁講用把串聯按到嘅歌手咩？其實一開始你討論動機啦，因為你早專輯嘅個題目是係萬愛母語30周年嘅一家，這段時間30周年嘅歌曲，怎麼樣去寫這樣的歌曲？其實對你你30年出嚟動到客家歌曲，所以我們就想說一個接力啊，一個接力的感覺哦。過去有前輩從山歌啦。還有從五繩子信上啊，呂金守老師佢都有寫嘅啊，流行歌曲呢一台，還有到差不多90年代，從余偉哥、阿濤哥，還有山狗大，還有像黃連玉老師，這麼豐富、按多年的音樂多，any 兩批從愛老 Rita，any 兩批嘅音樂人，any 做演唱嘅現場做嘅客家歌曲，所以 any 是做在用一家串聯，我們就想到一個接力的方法，比方講從徐木珍老師去從三個字個撈起編曲嘅係聲響樂隊，聲響樂隊用吉他結合嘅啊，用吉他嘅方式來表現你做嘅三個字，還有你親目鏡欣賞，佢是為咗萬愛母語30年，佢是創一團萬愛母語30年，大家為咗講下我嘅需求。哇，佢嘅需求三個真是當強。係啊。所以呢一排幾隻專輯嘅呢個概念嗬，咪希望講有創新一樣嘅媒體係。哦。所以呢一排學咗溜轉嘛，你要溜下來，本大家溜穿轉型本你嘅好多嘅。我覺得從費盡先生見到看呢個事情，可能係轉型，本來來講是一隻繼續轉，讓這個事情 keep rolling 所以 any 兩批嘅上映 any 兩批嘅當到歌就從二本貓嘛，二本貓咪兩幾年做好多客家音樂，對我來講 any 兩批嘅客家音樂人都看上批客家音樂人佢都做嘅創作，用 any 嘅方式來改變，來創創。
我觉得那样的精神去了解这一段时间的音乐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嘿，那一阵我下讲到了转哈，我有动态感觉是讲，相信讲经典的听筒还是在转动，是系客家健康下去。嗰两我知道对呢一台后生音，又系讲，你下一台后生音，你转于只动态意思上，你要转到客家，因为相信你下系讲，唔系因为。伫客家環境，可能你到母語，你到本的方言，其實有條距離，唔單淨係客家話聽聽，我是到各種嘅方言都係按樣嘅情況啦。是個樣板嘅你就得轉到你自家，無論係爸爸嘅語言、媽媽嘅語言，你嘅方言地度，侵轉你自家文化，越來聽人視台咧，越來越應該。未來化吼，啲電動我就非常的重要。到現在客家語其實已經開展呢，就是開展了，差不多10年咯。對，你有演從音樂台中以後，是東島後生音來做客家歌曲嘛。所以其實你10年呢，一台從中音，到上一台像阿土哥，佢哋反劍嘅冇強用。像阿土哥，佢哋合作嘅時節係阿文哥、嚴老師，佢哋寫東島反言故鄉嘅。你係幾多新法嘅反劍？不過呢下後生其實東島啱門到像現在80年次以後呢，佢哋想寫客家歌曲，不過佢哋冇反劍。中挑没中挑嘞，因为现在也变化动态嘞，对，变化很多，所以他们的家里可能他的父母亲跟我才差10岁。他说我父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客家话。有可能樣嘅情況嚇。像你漢有可能你有嘅漢有講，阿公阿婆你有嘅漢做得講客家話，所以。你有了只環境，做得有一只印象去攞你客家做連接。你下有聲音冇按樣嘅清新嘅時節，客家音樂、客家話對幾條來講是另外一種題目式嘅東西。係人啊嚇，所以我都要當台節目，你嘅聲音你自己去教哦，喺你從家庭開始啊，當然你做沿途哦，都經要當台影響，所以喺呢一種專輯地度嘅形象，我就要當到嘅巧思。包含用咧母語書寫吼，佢嘅文學嘅部分、文學性，還有佢音樂嘅聲音部分，都希望透過一種專輯，其實短講30年樣板喺幾條歌曲當中就得展現出來，可能30條咪唔啦，30條，可能係300條，100條咪唔啦。其實對呢個咧係最難嘅部分，因為就會有很多遺珠之憾啊，對啊，就很想要。這個也想唱，那個也唱。如果我們的篇幅可能就只有10條歌曲，剛可能出一本書啊，等身的書啊呢。或許我們就明年還我31、32、33。應該講冇經驗，運動嘅經驗還要繼續做。操也就係繼續啲做下去。我想嘅呢個名嘅客音溜溜轉，呢個名係押韻嘅啦。我記當時嘅想法係講，當然為呢一種轉寫為到對一個運動嘅回顧嘛。嘅運動嘅最早嘅出發點，那個初衷就是流傳，留下來，傳下去。啊，然後當我頭之前講到按多年來，也嘅客家嘅傳播環境嘅變化，開始有天台，開始有天師，就有非常多咧，都客家嘅音樂嘅需求需要，故所叫一個流通嘅狀況出現咧。啊，頭講到呢，頭講到非常好。唔單止轉過頭去看條歌，事實上人家要轉身來面對未來，面對未來客家嘅文化、客家語言，要把佢繼續傳下去，也就變到係大家嘅基因嚟樣。故所當初是我客音溜溜轉啊，係咯，只想講，其實我心肝頭想係要把佢創造一個將來未來嘅理想嘅客家嘅語言嘅環境，客家話。大傻豬就講到溜溜轉，真嘅，一個諧音啊，真嘅，啊，想到到一個溜溜轉，大家都在講客話講到溜溜轉，幾個友善嘅環境咁樣先。我咩都想呀嘅，因為自家有聲音嗬，有下聲音接觸當代語言，應該國際化咩嗬。唔過要一猜題嘅國字哦，乜嘅人都猜題啊嗬。上次我讓我冇係講客家話，叫
妈妈，你不要说英语。我说爱讲客家文。妈妈，那我想要听。他说我要中文的，给上学班讲，我是谈日文。那不过呢，我是要用某种的方法让伊讲下，佢全部谈的是，佢谈佢会让伊讲嘞。佢讲啊，妈妈，我要学盘嘞。谈的是动翻译，因为就也系动词件事情，就我都只个坚持咩。好，因为就有坚持，咱们有进步人咩。好，其實講到兩個，我分享一點嘛嚇，就講一個客家嘅音樂人有非常多都有才華，唔過在過去冇一種客家嘅傳播媒體嘅時間，實際上大家一個才華可能都冇本人鼓勵，係你講伊做出來不，還冇機會本人去看到，他冇舞台，他冇舞台。相對來講，我哋做媒體嘅人，像我一開頭我係做地下電台、廣播電台嘛，嗰兩時做節目有隻天台嘅。挑戰就講，嘗試要播音樂嘅時間，做得看得到嘅客家嘅音樂出版品，確實就少，清少，就變咗講有啲個做重複，一直在變。唔過相對來講，就幾兩年頭就有非常多嘅變到講，有相當嘅代表性。比方講在運動之前咧嘅頭先講到吳勝志，嚇，佢嘅專輯佢都有按到嘅客家歌，事實上。對嗰兩時客家人來講係少數有機會到主流媒體當個聽到嘅客家歌嘅，還有訪問過非常多嘅人，佢哋都有提到講，嗰兩時在一片都冇客家聲音嘅一啲環境地位，聽到吳勝志嘅歌，確實之外有感動。就飆起來咧。嗰個呢一隻客家話本身係做聲音呢個本身，佢係一隻族群感情嘅密碼，或者話族群感情嘅密碼。你聽到客家話都聽清啊！錯噶。嗰位除咗音樂旋律之外，聽重要做歌詞嘛。嗰個客家運動開戰嘅時候，所以有一隻聽聽音樂也有非常大嘅一隻進展嘅所謂嘅母語嘅書寫，用客家話來寫東西。我記得我開始學客話，我就開始用客話來寫詩。一個前批詩人突破放假，佢就督辦老師，佢就寫一封信嚟俾我，就讓我講到講，我書寫我口，我手寫我口，一個重要性。嗰時候在禮拜做轉寫時間，實際上除咗音樂之外，我都會想辦法攞下30年運動下來有關客家話書寫呢件事情。結合中下了係攞佢象徵性嘅本人看到，嗰時候我哋禮拜有先突破放假嘅平安喜，大家聽熟寫一首，算慶祝佢嘅客話詩，就來邀請羅思榮攞佢寫咗歌嘅，對等於講係老前批做一個致敬係。其實講到安尼吼，啲都有切到有感情嘅素材吼。等下下呢，整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一種種是有哪啲歌手有來參與呢？有新創嘅，韓國有改編嘅吼。等下我出唱子軒，還會創一段當作 rap 安尼俾大家聽哦。家長大家先聊一下，其實整到福起來咧。萬愛母語運動39年哈，倆內地發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哈，倆客人溜轉，希望大家客會講到溜轉哦哈，家下講到倆種專輯啲都要請到參與嘅創作歌手哈，當然啲人係說音樂嘅製作人、專輯嘅製作人就啲現場哈，幫自顯欣賞啊，從大家講一下咯，禮拜有哪啲歌手來參與呢？禮拜你參與的歌手是有你的青木靜台師嘛，陳木真老師啊，聲響樂隊，陳雄樂吹啊，羅思榮姐，那還有像米莎和我，那還有一些是音樂上可能是台尬動有彈過。比鳳公、少熙的歌曲、雨薇的歌曲，然後當然還有新生代的比如說施慧姐、徐世慧老師，還有二本貓，開下強下來翻唱，有一條歌曲好特別的係吳勝志的《無緣摸煙》，佢也來而重摸煙的 R&B 版本。補充一句，當初是上列的歌誒，還有一個歌手的時間，一方面就講希望較多人參與，雖然一個預算有限啦，吼。那一方面就講想要表現客家運動按樣下來，
客家本身强调嘅多元性。冇錯。古時就有西煙，有海料，有太浦腔，也有東坡，有安樣嘅想法。安尼都好呢，吼，三角台，咪係你最遺珠嘅喎，你是第11首的，10.5首。哎，這個大家講下來做，除非吃到安尼感覺同好吼。家講到安尼嘅概念，就希望大家做得強下來完成一件吃到同有意義嘅事情。個陰陽人命啊，就想大家做得互相嘅交流，吼，安尼就知道，第一種專輯地圖，大家做得聽到、看到、認識到台灣客家無共樣嘅聲音，吼，非常嘅強，吼。但係今日節目當中，陰陽人來到節目當中，用做得無創意下。王志賢先生平常時拿定吉他咧。自家彈唱，我今日有吉他冇帶來，彈講其實用 Joyce 做啫，是動腔咧，用 rap 係啊。因為呢種專輯啊，對我來講最大挑戰是係因為因為老本來大家有彈過嘅歌曲，變做好冇共用嘅方式，所以有條歌曲叫做客家本色嘛。客家本色佢寫下嘅東西係因為客家人嘅精神啊，是係安樣上網打表。過度推翻安樣嘅環境啦，嗬，真係當辛苦。對，因為來講，因為呢一批後生人唱啊，我是冇離開家鄉安然嘅。你是新竹倒推背，我是新竹倒推背啦，所以通山倒推翻，我是冇，我是改兩條歌曲改做新竹倒推背，變做 rap。哦，你咧彈下好冇？掌聲鼓勵。一兩記啊，何必添麻煩？難以日子出香港，時間就算多轉，咪轉唔到香港。假使安樣紅嚟反正種條，家鄉都嘅習慣，唔過就係一種傳統。天傳意嘅時節，愛起甲病了，把工商嘅時節，天路打一炮。無客家種嘅地方肯係有，客家人無種條嘅環境肯係有，客家精神。後來所以衝一團吼，新竹倒推背，冇半點錢，上網打拼，因為家鄉冇山又冇田，是推在進步，社會改變 ，and then 就在20位數，盡本身嘅用嘅啊，真緊吼，冇山冇田，實實忙打拼，講真。是你新竹倒推背嘛，因為家鄉冇山又冇田啦。那時係係你係現推，你係是唔是小動好誒？無違和感，喺個體排看到子軒。你咪新竹倒推背啊？我咪新竹倒推背，哎呀，係啊，我就是講什麼？你係你係是變到你嘅時台，你強下來繼續打拼啦哈。假如你創意團體，是安樣人，跟其他還有安多歌曲呢？我想去彈翻錢呢，大家做一電台會去彈呢。禮拜你有一家成果發表會都11月初6。11月初6哈。11月初6，11月6號。都哪搭會？倒推背的紅樓。紅樓，它是紅樓的那個大樓，那個樓裡面。風流。啲風流地擺，本大家就嚟談到是西門町那位，邀請大家共下來。咁詳細情形就嚟上哪一餐呢？詳細情形可能特別是下邊比記得我講鋪，特別是客家委員會嘅名站。係，我相信黃子軒佢咪會分享佢粉絲專頁。所以希望大家咧，今日幾隻新歌嘅展演啊，是會邀請到安多嘅歌手到現場嗎？禮拜是有參與了這種專輯嘅歌手，你是會做得邀請你來唱專輯改編嘅歌曲，本大家來彈用版。然後叫做合作彈到嘅呢啲歌曲，合作創作，冇共用嘅會所，本大家都分享。所以喺11月初6呢場嘅演唱會你就得睇看到青島冇共用嘅客家創作歌手，來自台灣北中南東香港彈到冇共用腔調，要啟動 TPS 講傳統老創新嘅融合，兩邊融合到當好。咁你就得看到節目精彩是嗎？這個我要那個我看欣賞那種。我你走得看到新一代客家嘻哈王子。你講王子賢先生係嗎？沒有啦，真正的說唱大師是徐老師。係啊，你嘅國寶啦，你嘅精神，看到樣咪係看到你客家嘅脈絡啦，當然呢一擺幾隻嘅音樂專輯嘅話，發嚟青島嘅新鮮，咪當用心咪來編曲錄音，是希望到最後嘅上映。
传本大家，传本安利下一台哈。我想非常这样一路行来哈，做为客家咪做咧，千多的事情哈，真嘅，安利。喂，我可能繼續做下嘢哈，係啊，呢大家強下來努力哈，其實緊做要盼，是緊做爭取。有呀，哈，上個時候客家有呢大家真緊當好大幫助你哦哈，係今日再次希望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呢種客人溜轉嘅陣時，未祝福小朋友出了咧，佢就音樂會非常係真蠻成功哦，我咪去看啊，好。再次希望培俊姐、希望子軒，咪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共下來感受客家30嚟嘅法律咯，邀請大家視頻嘅出了嚟到台北嘅風流，共下來看演唱會哦，好，今日再次希望大家收看，大家繼續聽人先生嚟做完同了，講嚟了，拜拜。